歡迎收睇知識得睇報告，我係 VC。嗱，每一次咧睇完一啲測試報告，有冇覺得咧，哇，資料咧就好多啦，咁但係睇完之後咧，都係唔係好識得揀噃。嗱，咁消委會咧就剛剛公布咗咧易潔鑊嘅測試報告。嗱，咁而我作為資深嘅用家啦，報告裏邊提及嘅4種類別嘅易潔鑊咧，我都親自買過同埋用過。咁所以希望咧就透過今次嘅短片咧，同大家分享我嘅經歷。嗱，咁一講到易潔鑊咧，大家最關心嘅咧就係安全嘅問題啦。咁一直流傳咧 PDFE 嘅易潔鑊裏邊嘅塗層咧，就含有一種咧就叫做 PFOA 嘅物料，就係會致癌嘅。咁但係真相就係2013年咧，歐盟咧已經係全面禁止 PFOA 去使用噶啦。而香港咧就喺2022年嘅6月30日開始咧，就係全面管制咧含有 PFOA 嘅產品。嗱，咁今次測試24款嘅裏邊咧，全部咧都係不含 PFOA 嘅。咁所以市面上合法銷售嘅 PTFE 嘅易潔鑊咧，相信都係安全。咁大家咧都係可以安心咁樣去購買嘅。而另外資料顯示咧，PTFE 鑊咧加熱至到去攝氏260度咧，就會開始釋放有毒嘅物質。咁不過咧，本地或者海外專家咧都講過啦，係唔需要太過擔心嘅，因為現實嘅生活裏邊咧，一般嘅家庭煮食咧，只會係用到攝氏160度至到係200度左右。咁除非咧你係用大火燒住隻鑊好耐，否則嘅話咧，根本咧就唔會去到呢個危險嘅溫度嘅。嗱，咁我屋企咧就有好多嘅煮食鍋具嘅，其中有一隻咧就係28寸嘅 PTFE 鑊，就係喺今年嘅農曆年前買嘅。咁原本咧就諗住咧就轉變下唔用易潔鑊噶啦，咁點知咧揀嚟揀去都揀唔啱，咁結果咧就買咗一隻又輕身啦、抗磨度特別高嘅 PTFE 鑊，起碼咧都唔會咁容易刮花啦，減低咗潛在嘅安全風險。咁而家咧，我就會用嚟煎下蛋啊、炒下蛋啊、炒下青菜啊，或者係煮一啲簡單嘅餸嘅。咁而另外咧，我就有一隻咧，就係喺我去瑞士出差嗰陣時咧，喺 Outlet 嗰度買嘅。咁當時咧就有一款專業級嘅 PTFE 煎 pan 咧，就做緊大特價，32寸咧都唔使港幣200蚊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即刻打包買咗2隻啦。咁一隻咧就送俾我媽。而另一隻咧就留俾自己用，就要嚟喺新年嗰陣時咧煎一大堆嘅年糕同埋蘿蔔糕。嗱，咁我咧都有用過陶瓷鑊，陶瓷鑊咧就係講求唔黐底啦、安全啦同埋環保嘅。我咧就覺得幾好用，咁不過當時咧我就唔係好聽話，經常咧就開大咗個火，結果咧就搞到個鑊面咧就多咗幾個燒燶咗嘅印。嗱，咁用陶瓷鑊咧，其實非常健康，不過只適合咧就係細火煮食，耐用嘅程度咧就唔及 PTFE 鑊啦。最好咧就收埋自己用，千祈咧就唔好交俾工人姐姐。嗱，咁我咧就同太太咧就最中意試新嘢嘅，咁所以咧就去到美食博覽會，見到有韓國石紋塗層嘅鑊做示範，又話安全，又話咧唔黐底。咁最後咧就捧住1套2件翻咗屋企啦。咁我哋咧就好小心去用，怕咧就係會刮花佢嘅塗層。嗱，咁本來咧一直都係相安無事嘅，咁點知咧過咗保養期之後咧，有一日咧就無意中發現咧佢嗰個塗層剝落，有一小片咧直情係可以搣得甩嘅。咁結果咧1套2件咧就先後報銷啦，咁啊留低一個咧唔好嘅印象。嗱，咁呢啲咧就係用特別塗層去做嘅易潔鑊咧，價錢咧就比較貴。咁以後咧要我再買嘅話咧，真係要諗清楚啦。嗱，咁最後咧就係網紋同埋蜂巢紋鑊啦。鑊面咧就係有凹凸嘅紋路，凸出嚟嘅部分咧就係不鏽鋼嘅物料啦，而凹入去嘅咧就係易潔塗層。嗱，咁呢一種嘅設計大大咁樣降低咗食物同埋鍋底嘅接觸面積。就算係用到金屬嘅鑊鏟嘅時候，主要接觸到嘅都係凸起嘅不鏽鋼部分，而唔係直接咧係刮傷嗰個塗層。
咁優點就係延長到佢嘅壽命啦。咁不過佢防黐底嘅能力咧，就介乎喺 PDFE 鑊以及不鏽鋼鑊之間嘅。VC 啊，咁你呢隻鑊喺邊度買噶？咪就係喺嗰啲展覽會睇完示範之後買噶咯。嗱，咁今次嘅呢一隻34寸鑊咧，已經用咗好多年噶啦。主要咧就係要嚟蒸下餸啊，冬天蒸下大閘蟹啊，又或者早一輪咧要嚟煮嗰啲蘿蔔糕嘅粉漿咯。嗱，咁呢一種嘅鑊咧，幾適合交俾工人姐姐操用嘅。起碼煎完條魚之後啊，隻鑊咧係好容易就可以洗乾淨，名副其實咧係做到易潔嘅效果嘅。其實咧，任何嘅鍋具，只要你懂得咧運用佢哋嘅優點，例如要記住咧，易潔鑊最適合咧就係用中小火去做煮食，咁你就會買得安心，用得開心噶啦。嗱，咁今集同大家分享嘅內容咧，純粹用作參考。咁啊，喜歡呢條短片嘅朋友，請你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分享出去，順便咧就撳埋個啷啷訂閱呢一條嘅頻道。我係 VC，我哋下集見啦。